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2日，剛過去的2025年，全年合共售出2022伙，上月新盤成交雖稍微回落至1329伙，按月減少26%，不過上月共涉及多達110多個新盤項目，錄得成交市場百花齊放，新盤庫存顯著減少，多個新盤已全數沽清。踏入2026年，西沙灣焦點新盤開出紅盤，元旦當日即售出雙破頂成交。新地在2026元旦日售出1B 期 Blue Avenue 第一座17樓 A 單位，4房雙套加工作間連洗手間間隔，實用面積1290平方尺，設950平方尺天台及817平方尺平台，可享雙邊景觀，包括有大美督船灣至榕樹灣的連綿山海景致。成交金額3276.6萬元，尺價25400元，不論成交金額或尺價均創項目新高。